这项骗去泰国的太太讲，因伫个机场用 Telegram 来翕相，传到平台的时阵，其实已经互卖掉了。讲 Telegram 这种通讯软体有完整的加密的功能，而且无愿意互监控，嘛无愿意配合政府提供原始的档案，所以不法集团会利用这种的软体来诈欺、卖毒品、卖用户的资料，甚至来宣传反政府的活动。嘛，因为安尼，所以越南的政府要求因当地电信业者爱甲这种的软体来封锁。获救的夫人说：“你在桃园机场用 Telegram 拍照上传时，你其实已经被卖掉了。”和诈骗集团骗去泰国做散工，实际上是红绑票去到越南。诈骗的被害者大部分都会向要求使用 Telegram 这类通讯软体。Telegram 甲其他热门的通讯软体同款，拢有完整的加密功能，会当防追踪，防止个人的资料流失。当然开讲，拢会能使用加密的对话。这不配合官方的调查啦，因为本身 Telegram 它本身就已经有就是加密功能，而且蛮完整的，当然也不会有这种被追踪的可能性啦。都是因为 Telegram 加密的功能完整，真歹破解。加上软体公司唔愿意配合政府提供原始的档案，也无被互政府监控，阁袂当依法阻止用户传送非法的内容，包括诈欺、出卖用户资料、甲卖毒，以及宣传反政府的活动。所以越南政府要求当地电信网络服务供应商将 Telegram 封锁。也因为 Telegram 无配合政府资讯安全的监控，所以定好不法的集团提来随机找被害人。诈骗集团它其实跟你用简讯、跟你用一般的传统通话方式做诈骗的途径，其实基本上是接近的啦。乱枪打鸟，对不对？对。之前到泰国旅游的歌手陈孔讲，伊就把红绑票到诈骗横区监禁，哄骗的有20多岁的少年仔，也有40-50岁人。不少少年仔是为着做散工趁钱哄骗，发现是咧做诈骗的时，也无随报警。那边有赚到钱，有业绩，对，然后你会感觉到好像这些钱得来很容易，所以就会继续留下来。若40-50岁人发现是诈骗，会报警。杨个诈骗集团拢会将因的手机甲护照没收，控制因的行动。若发现因要找救兵，就会甲因拍，或者是电击。都会发现被害人无利用价值，就会互因连续亲友讨赎金，才愿意帮人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